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如果你有一些话想说，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或是来不及说，这次就让我们用音乐来帮你把它说出口。我们诚挚的邀请你写下这些话，无论是生气、埋怨、遗憾、后悔、感谢，或是思念都好。让第3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王俊杰为你写下专属的一首歌，让全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的心理师朱心怡为你找寻心灵的解放。除了帮助故事的主角找到出口以外，也用彼此的故事来疗愈更多相似的生命。这是一个理性又浪漫的快闪企划，每个月一次，只有3次机会，赶快到节目资讯栏准备写下你的故事咯。让我们就此一起打开心结。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刚我们在一开始的片头，大家又听到了视障心理师朱心怡，我的好朋友，他的所帮我们录的这一个广告。如果大家你对于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你也是认同的，也许你也可以邀请你自己身旁的朋友。我想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小故事。也许是一个小遗憾，那个遗憾也不一定是不开心的事情，也许那个遗憾其实是你来不及跟某一个曾经短暂邂逅的人，一面之缘的人说一声谢谢，或者你来不及跟过去的自己说一件什么事情后，甚至于也许是你已经离开的某位朋友，你的家人，或者是点点滴滴。总之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快闪计划，为每一个人的心里，也许一个小小的片段，一个小小的遗憾，或一个不好说出口的事情，你不好意思说，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替你写成故事，写成歌，或者是说呢，你可以简单的说写出短短的几个歌词。像散文一样也都没有关系哦，自由就好哦。那但不要说心仪你很漂亮，你好棒哦，这样的这个就我们就没办法哦。但是呢，如果你可以简短的写下一些分享，我们都可以帮你写成歌。然后呢，我们的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朱心怡小姐也可以给你一些很有帮助的心灵解方，甚至于是教我们怎么样面对有一些我们自己心里的遗憾哦。那邀请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那我们在7月的时候会录第1集，我们7月的时候就会7、8、9 3个月，我们会连续录3集，然后都会在当中的找出我们觉得很棒的故事，然后写成歌，然后心怡跟大家分享关于心理韧性，然后关于你要怎么样面对你所面对的这些遗憾或者是我们可以更正面积极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点点滴滴。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放在那个说明栏，邀请大家你可以看我们的说明栏，同时呢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邀请你可以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人，或者是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那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邀请你到我的粉丝页来留下你的讯息。我每一集的节目都会有一则贴文，那底下呢邀请你留言，你也可以私讯给我。好，那说到心里，说到就是也许有一些人其实是一面之缘的邂逅，但是我们就会跟他说谢谢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很小的故事。我前几天
我刚跟萧煌奇呢连续2个礼拜的礼拜六在台北和台中的 Legacy 举办完了我们的联合演唱会，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全方位乐团我们这是萧煌奇成立的乐团，也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乐团，我们共同的举办了我们的到底呢的联合演唱会。那在前几天我要去台中的路上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呢要去洗手间，然后我就拿着我的行李箱还有他的东西，然后站在附近的柱子旁边，我准备要拿起手机的时候，就有一位小姐轻轻的拍我一下，很轻拍了我一下，先生你有没有需要帮忙？好，这个小故事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在生活里面啊，陆陆续续，因为我先天全盲，我看不见，就是经常性的，其实我都会遇到这样子的小小的温暖。这个小小的动作，小小的温暖，都会让我心里非常的觉得感动，然后觉得很有温度。我拢讲这种的温度叫半小冷的尴尬啦吼，这种半小冷的尴尬真的会常常，虽然每一次遇到可能都是小小的一件吼，但是累积起来这些半小冷的尴尬，常常会让我在有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或者是让我有时候在迷茫的时候，甚至于有时候是沮丧的时候，那回想起这些半小冷的尴尬的时候啊，就会升起一种力量，就觉得其实我们在不经意间都会遇到温暖，我们在不经意间都会遇到有一双手，也许默默的帮我们的做了一下什么事情，或轻轻拉了我们一下，这样子吼。OK， 简单的分享这个心情。那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呢，要延续上一个单集，我们一样要跟一位温暖的大前辈来聊天吼，黄瑞丰老师。很多人留言跟我说，黄瑞丰老师的声音好温暖，好温柔，是，我也这样觉得吼。那在上一个单集里面呢，我们跟黄老师聊了许许多多。那黄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他在打鼓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老师从10几岁就开始打鼓后，已经打了半世纪之久。那这个过程里面呢，台湾鼓王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真的有很多的精彩的故事和他的精神呢，都值得我们来听来分享。那这一集的因为版权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一样透过 KKBOX 的插播的方式来播放黄老师的作品。那么如果大家你收听的是其他平台，没有关系我们会把歌单放在上面，邀请你自己上网去搜寻聆听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继续来跟黄老师呢在小咖啡厅里面继续聊天，继续听他说他的故事。老师，你也跟交响乐团合作，你也做你都要不想不了共点，你也跟你的鼓这件事也开始跟古典音乐产生关系。这是应该是对你来讲，这几年来是比较有趣的尝试吗？已经20几年了呢。对，就是这后期的这10-20年，对你来讲这个尝试好玩。应该是从2000年，我忘记1999年还是97、98，我忘了。我觉得那是在音乐阶段另外一种尝试跟学习啦。咱做音乐的人，但学音乐要创啥，就是要会晓演奏。我讲拍鼓要创啥，拍鼓拍家己趣味的；弹琴要创啥，家己弹趣味的。弹趣味的，毋是就家己就弹就好啊。那嘛是弹，希望别人会当欣赏。对吧？别人当欣赏，会当所以拍鼓的目的嘛是要会当教对演奏，教对演奏。教对演奏了，你会分你是要做什么款的性质，你较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性质。但是那个时候，在我早期根本没有什么性质可以选择，你就是上班。这嘛变成我这嘛上什么班。到八大行业没有了之后，就开始又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出来。那个1994年，我就开始出来做 Jazz Pop， 就很自然的，就不是那种啉酒边有人陪，开酒那款，不是那款场所，所以
就伫迄个 TU 迄个所在开始展开迄个爵士乐，就在那个年代啊，应该是1995年1994、4、5、6、7、8、9，我在那边大概7、8年吧。那在当中的第5年开始，应该是所以不到2000年，我就跟那台北爱乐管弦乐团开始第一次的合作。那在那个可以就学习到另外一种不敢说就是另外一种层面的认识。比如讲，这对古典人来讲是真简单的啊，但是咱都不是看指挥长大的，哦。啊，古典的嘛不是听可立克长大的，流行乐手是听 monitor 跟听可立克长大，而古典乐它偏偏不是。好，那这样问题就来了。所以那个鼓，你到了音乐厅，你一敲，叭，整个声音都被你盖掉。对，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因为有好几个鼓手去试过，后来都一次就垮了，一次都失败。那只有我还撑着的，撑到现在。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可以做得那么顺利，就是因为我一直很注意，这个是音乐层面的一种新的认识。对流行乐手来说，那个说真的，有时候一辈子都碰不到一次也不一定。那所以我有那个荣幸呢，跟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国乐团，而且还担任过客席，经常啊，我几乎经常当客席的独奏。那独奏你就需要有特别不一样。譬如说我独奏，譬如说一个流行歌叫我独奏，我要独奏什么？当然不是爵士乐可以独奏独奏就solo是像个什么样子，那就很难猜测，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完全是自己开创的一条路。对，就变成久而久之就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对，不管是跟交响乐团还是某一个歌，就是要让鼓变成一个独奏的角色。你那时候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你那时候你会怎么去思考？比如我自己这样想象，我就会想说那我就当做鼓在唱歌吗？还是？我完全没有什么想象，我只是想先知道整个乐团的旋律，哪些地方也会做什么，因为来的谱大概都很正常，谁都可以打，就跟我们录音一样你除了没有做 reference 或者做 MIDI 以外，你拿到现场才知道这个要怎么打，也不知道怎么打，就听，比如说你编曲会告诉鼓手说，可能要怎么样，鼓手也他的想法可能不见得跟你的一样，对，那在那个乐团里面也是一样，鼓从头到尾都是就是50个小节，20几个小节，而是卡手，不是双数是单数，咱就做歹算的，因为伊算第一小节就开始，3算第一小节，所以跟咱的算法无啥共款。因拢做厉害，譬如我休困31小节，一节，咱就算个咩分。所以迄个时阵，咱爱去重新认识迄个曲子的风格，最起码旋律各方面，所以当下我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的想法都是在现场当下才反映出来，所以我在排练的时候，第一点无遐尼完整的歌，没有那个 drum set 那么的完整，就是拢临时甲团的啦，或者是在临时搬几条去，到正式演出当天才排上去，也没有时间练，因为大家现有现，因拢伊爱讲爱练的物件，反正拢无通互把个练啦，因为你讲到歹听，你要热调也没嘛，热手完全没有办法。就跟他比较搭板，我真的连那个时间也很少所以上了台之后就突然给了大家一些惊喜，他们惊喜我也惊喜那个都是一个，又觉得很幸福我觉得很幸福，一辈子打鼓有那么庞大的乐队跟我一起。我觉得这个回到我们前面讲说有宗教，我们都佛教徒了是。我得干嘛这些？是一种涵养是，当然来讲嘛，是，因为那个人可以在那个当下里面
放空，然后在那个当下里面。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并没有特别怎么去想，因为即兴的东西都没办法都想好。所以当大家问讲，啊你是先想好，还是写谱？我讲我谱条你看无啊？我有一届含一个老师吼，两个人尔，伫个国家音乐厅，办一场音乐会。迄个我不便讲啥物人啦吼，迄个老师就讲请我去拍，拍落来了，隔阵讲因的教授吼，要甲讨歌谱，要甲讨歌谱，伊讲教授我没有鼓谱，伊讲那你可不可以给黄老师的鼓谱给我？伊讲黄老师没有鼓谱，他说你骗谁？伊讲老师真的没有，所以教授一点我无欢喜，到尾啊，较摕阮做伙演奏的谱来看，阮两张谱拢同款，是内底我的内底有标到歪歌起错，我家己嘛看无，甲摕教授看，教授讲，哇塞，这。黄老师就没有看鼓谱的，他说没有，他们这个演奏没有鼓谱，他就当下我怎么弹，他就打了，而且每一次都会不一样。我老师因为这我会当了解啦，是，因为我好，甲你有一个无同款，唯一无同款就是我是学本科系的，是，但是我嘛做过，嘛是甲你甲阮对乐书，嘛是陪酒的啥做起的，但是你知影，因为本科系的人吼。他的每一个音、每一个表情，都是 setting 好的，对，你知道吗？对。所以那些华丽的技巧或者是内敛的旋律啊，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所本的。对。那所以我刚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啊，我合作蔡振南、陈明章嘛，恁拢叫会错档的嘛。我蔡振南咯，我较早拢唔知要安怎改服务，因为因都无固定的物件。一开始我改大厅的时候，我都想说，那都没有拍子，他们的拍子都在哪里？所以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这是要怎么办？但是这就是本科系的人不能理解的，但后来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一切都是呼吸啊。对，你都会知道一切就是你讲得很好，对，一切都是呼吸。对，但是所以他要跟你要谱不奇怪，真的不奇怪。迄个物件是，迄个是一个，唔是讲一首曲3分钟，迄一首7-8分钟。所以我唔是讲特别拍拢无共，我们就在一边练，然后一边做，一边练一边抓那种感觉。所以演出的时候，在当下那种氛围、那个情绪啊，还有下面还有听众，在音乐厅的那么大一个才2个人，哇，那个是有一点蛮吃力的。那其实就是一个你跟你的伙伴相应的过程。对嘛哈？对。真好的一个过程。是，我有已经尝试过，应该是2-3年吧。这样最少也有20多年以上在音乐厅，甚至到现在每一年几乎都会有在那里演出。所以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是我觉得我做音乐到现在唯一觉得最欣慰的，就是我对音乐我不会排斥。我都是以学习的心态愉快的心情。莫讲啥，你讲一块歌，还是讲流行歌也好，日本歌也好，台语歌，逐天拢爱上班，逐天拢爱唱一遍。你讲那烦就死啊，对吧？没错。你若像迄做戏做歌也逐天拢爱拢共款的，要安怎？对。所以因都有这个乐趣还有这个涵养。我觉得这种涵养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音乐人、艺术家也好，这种音乐的涵养是内在。那给不出来，不要都给。我觉得是心态。对。那而且我想要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哦，就是黄瑞峰老师刚刚有提到说，跟本科系的人合作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算小节数这件事情哈。各位一定会想说很纳闷，算小节数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刚刚会不会有听没有懂？流行音乐的乐手的记谱法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演流行歌啊，会有主歌、副歌，然后主歌可能有 A1、A2， 然后副歌可能有 B1、B2 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记谱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个上面就是很明确的写这个 A1、A2 啊 B1、B2，
我们就这样就是做了这样子的细分，然后间奏，然后呢再回到 A1、A2 或者回到 B2， 回到这样，我们会这样记谱法。所以我们这就是简谱啦。那但是呢，古典音乐的演奏者呢，他的习惯是这样子，就是从这首歌假设有300个小节，它里面会从第1小节呢一路写到第300小节。所以呢，以前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跟记忆，就是我以前在跟弦乐团工作的时候啊，在录音室里面，我回头跟录音师要讲说 A2。间奏后 A2， 但我跟弦乐回头要讲的是第197小节。所以刚刚黄老师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会这样开始，他们就要开始一直算，然后所以就会很佩服那个黄老师就说他会很佩服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就是他们在算小节数的时候。那当然现在大家的沟通的媒介里面呢，就是一样，虽然上面还是有写小节数，但是呢也一样在古典的乐团老师如果跟流行音乐的老师一起合作的时候，上面也会标上那个 A1、A2 的啦，然后也会这样子。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家会用一种更好的方法，就是如果是有歌词的话，像刚黄老师讲的那个是没有歌词的，那个就比较辛苦。如果有歌词的话，很简单，我们就上面都写上歌词。好，那但是如果是黄老师跟古典乐团合作，可能是跨界写的类古典音乐，就是现代乐的话，而不是流行音乐，那这就很难写 A1、A2， 就要另外自己去设计哦。所以，这个黄老师讲的是这样一个事情，我也同时讲给大家知道。那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老师的这次入围金曲奖的这张专辑《潮》。这张专辑当中的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很有味道，也很特别。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市场内的苦瓜嫂》。好，咱来听这条歌，然后再继续跟老师聊天。在他那个展演就是接着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刚开始学乐器的过程，其实是学吉他，然后他的启蒙老师其实就是钟成虎，知名制作人钟成虎老师的他的那个爸爸。迄阵啊，7、8岁尔嘛，甲这钟老师学的时阵，他开始吉他夹起来。开始稳抓用吉他啦，爱的罗曼斯啦，还有那个叫卡尔卡西的那个叫做桂河大桥啦，迄阵嘛，有一天自己会当乐师。对，我那时候弹那个拉坎巴西的，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弹。我想想，哇，我怪我那睁开，我拿咧弹规矩，然后挖过来讲，咱了一个高囡仔，哇，真有天才！我唔知上面有做天才，我听过。去屏东，做戏剧的，做车的。伫巷仔底，我咧三角坑啊，都十岁遐大安尼。一寡人哇，真欣赏那种感觉。迄阵我就过去分口琴。迄阵你分口琴？我分口琴。你讲10外岁啊，7、8岁啊安尼。头讲的时阵。讲的时阵。我老爸嘛有分口琴，我就伫遐偷分。所以恁爸爸家己就做爱音乐的啊，对。伊应该是有音乐的天分啦。阮老爸是伫咧美军俱乐部的迄个厨师。是美军俱乐部的厨师。俱乐部伊伫做俱乐部，所以伊就是甲上海的师傅学的。较早拢来拢是上海，做西装嘛上海，做餐嘛上海。离开故乡就去美军俱乐部吗？离开故乡了，我去做编播。去高雄的防护舞厅做编播的，就是翻谱啊，翻谱啊，打杂啊，买槟榔啊，帮老师传条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变成乐师。没有，完全没有。我就是讲，我有一天会当成为一个吉他王子。我那时候想要是当吉他王子，对不对？因为那一个梦想嘛，较早伫双十节，我伫屏东公园每年的双十节弄的迄个会牙钉啊，跟安徽钉，然后写的双十国庆，顶头有人坐喺顶头表演，我就是讲你用花车顶头，花车顶，迄个有花车游行，所以我定常拢甲迄政府单位啦，有机会我拢甲迄单位讲，咱台北的这个花灯
是不是有可能在迄个年代，这个节庆当面有一些游街，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有什么跳舞、音乐，还是迄个 rap、任何演戏、华语，就是让它复古一下这样子。是个这么好的艺术，那反而全世界各国人都会来看。这游行这个非常好的是，也没有说要花多少钱。对。那为什么没有？干嘛这个？所以那你看人伫台下顶，你就想有一天你要点样分口琴吗？我就是讲，我无想到口琴，我就是讲，我老一天让坐喺顶头安尼大，很开心。所以我讲，其实我的梦想是吉他王子。阿妹也爱拍鼓，阿妹也是，迄拍鼓是头拍，迄老师迄鼓拢袂使用拍，鼓内底拢足够贵的，一个鼓拢有那几廿万。一粒小鼓，我会记一粒小鼓7-8千英国的 premium， 我买的，我就阮孙咧拍，阮老爸买的，5000块，一片信吧就8000块，一片信吧8000块，那时候8000块哦。对，一颗小鼓5000啊，所以信吧8000，个贵还个贵水的哦。你现在一片才1万多2万，还不算贵。对，那时候来说是有没有破散？那个8000，我老爸过来都会薪水，一个月薪水都没有8000块。没有，那个一个月薪水才300-400块。我才300块。对。顶多500到500。你人下班的时候你养头发？早时去打扫，还可以打扫去头发。你应该去打扫那边。我爱去打扫，爱收甲器啊，那个老师拢走啊，因都吹啊收的，空来我就该收啊。所以我萨克斯嘛，徛在那拄的，所以嘛那分的，我摸那扭的，那吹一下呢，我就要底下学啊，反正就感受一下那种感觉。所以你都要讲的那个呼吸啊。所以从这里面可以体会到音乐的不只是这个音符呢，它是每一个乐器的呼吸法不一样，对吧？所以我都要去体会到。你这么讲，我他想到，我就迄种去体会到迄个代志。那些都是在我的过程跟经验里面，我嘛袂个想的，反正就是。但你也看别人的时候，这个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也说不上来哪里怪怪的这样。第一次上台当鼓手是什么缘分？那是因为在澎湖在澎湖迄个算一个海公饭店，欠一个鼓手。迄阵台湾去迄算外岛，无啥人爱去，做兵人抽到外岛想要自杀来抽到歹势安尼讲歹势，做兵人抽到外岛，敢若头壳发烧所以伫外岛都无人要去阮孙呢就讲，想我你看要骗我无？我讲，迄阵你也未做乐师？未。嗰啲现谱没问题。其实迄阵我咧学吉他。我谁哪有放弃呢？我就看到迄个张文珍啊，张文珍就是迄个张武珍因老爸，因爸爸伫华视做有名的小吹。我看伊弹了我当无爱弹，因为安那咧，我头去就是弹免切丝。噔，都开始弹的。弹了我看伊弹迄日本歌，弹演歌拢用屁股的。我到插埋，我就为了开始放就放弃了。用手弹袂啊，唔是弹袂，就无度就是尾该弹片咯。片咯较简单嘛，就现在就当家己练啊。我讲简单是会当练习。了上尾较适合了，爬起去拍鼓。因为我去的时阵是14岁，14岁我15岁我就爬起去拍，15岁啊，爬起去拍，15岁爬起去拍，为15岁到16岁，到17岁的时阵，17岁到迄边需要一个鼓手，我就去去就今是第一代志就是先宣传啦，宣传一礼拜，对上顺，高雄港去坐迄落拼什么马公号，去遐熏一下，吐必死。所以去遐饭店做鼓手。讲实来做鼓手才见效，去遐拢是去踢着铁棒。我毋知影去遐是做秀，外国来的秀。拢就算5星级饭店了。所以你要跟外国人合作。对啊。
我们只是合作是外国人来表演，我们要伴奏。台湾的乐手，台湾的乐手，迄个手嘛拢是金金光光，所以这个大家嚯，都搞拢金金。怎么办？就听不懂所以伊咧外国就讲，你来请一个囡仔来拍鼓迄小人当面头爬起拍我看，反正足济啦，足济哩哩落落的代志那个真，那些点点滴滴都是在我脑海里面，不管是台湾的秀啦，还是讲特别是外国的秀，迄个秀是拢无讲话，因为讲话咱要做咱台湾听的嘛，所以因无需要讲话，他们款团的特技团、魔术团、舞蹈团，那伫美军内底就是较无济，美军拢是讲英语的，所以就 talking show 比较多，唱歌的，还有什么演剧的，所以迄就完全咧靠英语。这是完全，我嘛是用听落去的方法的。你来知什么时候你要下？破干了一张尔那 talking show 破干了一张，就站3、4站。比如讲你咧做一个短剧，总共有大概5句嘛，5个段句开始切杀一个intro一个出场，剩咧中个就叭叭叭叭，就安尼起安尼，就孔锵老师安尼。迄阵啊，迄阵啊是头壳梦咧烧，真正梦咧烧。我伫美军2年多，这要3年啊。我伫迄个中间摸一个安尼吼，金。毋过迄阵就认识爵士乐了。对，那时候就，特别是因为他有在那个时候比较风行的是那个 country， 还有灵魂乐，所以说呢，伊有分白人甲黑人，对一讲是白人较济，对一讲黑人较济。那一讲若是白人迄个 country 那黑人入来了嘛，就乖走出去啊，伊听袂落。这这个表情真好笑，那个比中指。你美军嘛就不稳。我美军到2年，我3年吧。迄阵我会记，我去美军是到19岁时。哇！我嘛足细汉，足少岁，所以应该是讲伫迄个我要去美军之前，我都有伫台北，甲台北上好的乐手演奏，迄个沙西米你知无？我捌听过。林光林。林光林，甲这个张艺兴，台湾的金喇叭，这两个，大琴的是碎甲。碎老师我捌伊。伊迄阵啊，伊大我1岁嘛，所以我他的手风琴。伊迄阵啊，我应该迄阵是17岁、18岁，迄阵伊应该是19岁。那是全台湾最骚包的那种年轻的。穿个 A B 裤，足短，佮骑大只乌托邦，老海加拉头，我印象足深的。但是我尾啊，我袂记得讲，我顶7、8年，他问讲，阿明啊，我袂记咱较早一对做啊。伊讲，咱较早伫咧士林门，你知不？哇，我想着啊，我一直想袂记，因为迄阵想少岁啊，袂记，因为到店的人太多吼。所以我袂记，我敢若会记沙西米。沙西米迄性地做无好诶，有毋对拢会骂人诶迄啊。较早人生诶拢足恶诶。沙西米特别较歹。特别较歹。因为沙西米是甲咱即个 real book 过翻过，袂互即个台湾诶乐手。所以较早台湾无 real book，real book 是为沙西米老师遐。安尼开始啦。伊开始，比如讲外国订来吼，爱开始定写。写做咱看有诶就对。写咱看，外国咱就看无，就是写出来袂当印。所以伊就去印刷厂去印还是咱我毋知。就沙西米就做红诶，伫咱国内拢专做红诶，印下来就摕新铺来卖安尼。大家拢对伊足熟个，伊种歌伊拢讲真熟啊。有迄歌咱诶，我是听斗阵做诶，即其他乐手定来用诶，即定来用诶。你分啥？你咩分啊？分个乱来安尼。你话没有对？无，伊毋捌骂我，伊毋捌骂我。沙西米老师毋捌骂过我，真个毋捌骂我，感觉这是非常荣幸。你知道，这样讲着这种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啊，黄老师会不小心，我们就开始用台语沟通吼，因为是伊上熟悉的语言，所以伫迄个过程内底，他会很自然而然的回到他那个记忆里面，然后开始就会讲用台语自然的沟通，所以
拍谁吼，你也听起来较辛苦，真正跟你讲一下拍谁。可是你会觉得哇而，且每一个老师都听他在讲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感人。我唔捌甲伊做伙做，但是伊自我少年学到甲老，伊讲到小王哦，小王。然后我其实很好奇，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很共通性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很会赚钱，包含我也是。然后呢，很多人那个年轻赚来的钱呢、最后都打水漂，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理由啦，吼，大家钱赚得太快也是一种啦。那我也很想知道黄老师他这一件事情的状况是如何。钱来得很快，所以少年其实真的能收落起来。对，我就甲有一个老师讲啊，你唔免再无用。我甲讲，小王那个你嘛小看一下，我看啥？伊讲媒体拢报道你嘛，就讲介绍一个，先把我看一下，一直咧讲笑话啦。我讲，咱两个唯一不共款就是，你若要有名就无钱，你要有钱就无名。安尼啊，会了解。讲安尼我知。我讲演唱会、编剧、作曲拢你咧挑，媒体嘛你咧做，你赚那侪钱对吧？我若无啊，我去 play 尔对吧？哪有可能比你较侪？所以人伊收有起来就对。伊拢收有起来，啊，我无，我是因为安那，我爱，迄阵啊，我较爱耍车啦，我拢买车，我已经换28台车去啦。所以你钱拢会遐去。啊，个耍米地啦，买器材啦，啥物六角鼓啦、电子鼓啦，所以老年的为 Simon Drums 三角形的，迄个六角鼓 Simon Drums，啊，过来就是老年的迄六角形的鼓，老年三角形的鼓，啊，了个电子鼓，迄我逐组都有啊，逐组拢买着对。啊，甲咱讲的电脑鼓，你嘛电脑鼓你嘛买？有啊，电脑鼓你拿卡西版的迄个咕咕咕咕咕，迄有拢我做的啊。啊，真的哦。系啊，搁读电子鼓啊，丢，迄拢我讲的。我那些，咱听到丢，迄我讲的，迄拢我讲的。爱丽啊，音乐啦，啥物课。你钱拢开伫？我钱拢毋是开啉去，拢毋是，我无啥物甲朋友咧啉。所以我伫外口我朋友真少，我真少甲人去。你较无咧讲黑白啉？毋是啊，就较我无啥关系啊。因为我到尾体会一点，你安那啉安那迄落，你身体也无好去啊。朋友一来，这个上个香而已，也不能怎样。这较歹嘛，咧讲较，安尼讲歹势。其实这几年，很多前辈都一个一个离开。是啊，但是人到老了，或者是一定的那个，就很难说嘛，就很难讲。老朋友一个一个离开，你安尼心情就歹。啊，大家即马朋友拄着，拢嘛伫殡仪馆较济，拢伫迄个看一个殡仪馆嘛吼，有一殡无就二殡就看到遐，感受啦，那是讲，就变成在那里朋友聚会，嘘寒问暖都在那个时候见面朋友比较多，反而婚礼场倒是比较少。婚礼场是个人结婚的较有，重叠性的较少。现主席的较现代的较在线上的有啊，加减啊，像咧无，我嘛无其他的娱乐，我较大娱乐就是钓鱼啊，拜会了我就无钓鱼啊，嘛戒钓戒酒啊，所以我感觉迄对我来讲，其实是。那个年龄对我来说已经那个时机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是也不宜啦，所以也不宜啦。所以老师，你是1974年开始录专辑呀？1974年开始进录音室，其实73年就进录音室，是伫台湾电视公司，入去就一定爱录音嘛，所以第一届接触录音的时阵，伫迄个哈林大间。哈林高级的所在，你就感觉哇，这感觉足好诶，够有人气吼，够有哇，一公顶镁光灯再水着安尼。你敢会记第一张是什么专辑？你有印象吗？毋是，迄阵啊，迄个专辑，迄个
我讲的是伫台视的时候那，个是录电视台的，还有录存档，然后画面要对嘴，对吧？哈，所以一定要先录音，去甲现场甲学，安那对手。哦，所以你们是先录好，然后先录好秀在底下。对。刚刚在 hip MV 啊。对。啊，若是有迄个演奏的吼，嘛是共款。哦，啊无迄阵收音较无遐灵迄落嘛。对，嘿。啊，我录的第一张专辑是迄个陈兰丽的《葡萄成熟时》。葡萄成熟时，我已经回来，对，陈兰丽小姐的那个。哦。所以迄个歌嘛是一个就对啊咧。啊，从迄阵啊，歌手头大家每一张都中嘛。迄阵啊，歌手三台尔嘛。所以是属于台视的。啊，台视所唱的就台视这边群星会，我有做群星会。你嘛做过群星会？哇，群星会银河旋风歌星之夜，儿童世界。儿童世界五灯奖，我逐礼拜爱做的工作啊。五灯奖你嘛有做过？有啊，我逐礼拜啊，李敏南主持现场啊。啊五灯奖是李瑞洲，李瑞洲老师啊，儿童世界是李敏南，哇！啊银河旋风是白嘉丽，啊歌星之夜是什么两个翁仔某做什么什么凤，工课拢晚的。对，电视台录影拢是蛮重啊做啦。然后除了电视台以外，就进录音室。对，录音日时录音，啊无拨有时间的时间，汪清溪老师叫我去录音。哦。我拢录汪老师的较多。汪老师的作品量足多嘿。啊，到尾啊，较慢慢啊，有汪老师了，有一个林国雄老师有一个分担汪老师的编剧。林国雄老师为了陈志远老师，那个量也是很大。没有，后来才大。开始的时候就一首两首这样子，也是后来慢慢才大起来的。所以那个音乐风格从那时候慢慢转型，从林国雄老师来就有柯同强老师，柯同强老师那时候从编列的骆明道老师，像枫叶琴就是可是骆明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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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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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尾啊后边做场那个野台拢会用类似这种物件来好，迄个歌手上台啊。这歌的迄个，迄阵啊乐，迄个歌手要安尼变形，有一点仔难嘛。所以像那迄阵啊录音，我较多原因就是要找到另外一个鼓手，打那么应该讲是较洋派，所以因讲起来拢较洋派。啊，有一个老师甲我讲，像你实在是较适合我当下去的时候，因为你适合拍西洋歌，你无适合拍台语歌。我心肝就是讲，我就专门弹演歌出身的啊。那有可怜啊，我也无讲啦。啊尾啊，慢慢的证实讲，你个可真正有两部出来。我讲，所以我开始就弹演歌。你讲有影，我即马都知，就是安尼，愈拍愈顺。而且把西洋的节奏本土化。是。这个是阮点的咧津津乐道的，讲把西洋的物件本土化，用个做台湾的石头探戈。石头探戈还是手探戈，探戈手啦，啥物探戈恰恰啦。探戈恰是日本就有啊嘛？无，是咱台湾的。无。所以是马上你的好看，你的好创作。都毋是大家都想讲。换一个节奏啦，莫定来迄种味。这都无，唔知要哪味，家己发明啦，要哪种？所以探戈恰恰是台湾本土的。对，探戈，我们那合作烫脚。他在写烫脚，我写家己写做歹势，因为其实无这个名称啦。石头手嘛，无这个名称嘛，石头手嘛，无这个名称。较早上早石头手写做拜拜啦，或者拜拜，而且叫咚嘎咚咚。叫做拜拜，我嘛唔知什么意思，叫拜拜，我嘛唔知。后尾又加讲手，有手，比手较慢呢，它咚哒咚咚哒咚咚哒咚咚，较慢呢咚哒咚咚，或者石头手，是安尼写出来。外国无石头手这个物件，而且外国嘛无石头恰恰，嘛无石头 rock，没有石头 rock 这个名称。对。
所以我们那个节拍器、节奏器、电子琴上面都有写 slow rock， 那日本人发明的。啊，那是日本人发明的。噔噔噔，这叫 slow rock。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们以前在节奏上面应该没有看到 slow rock。也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美国好像没有这个名称。没有啊，没有。它的 rock 就是 rock， 对，没有 slow 的 rock。因为写英文，写比如讲，我会记得拄上班人讲手车，我讲迄是啥物件？嘛是我家己去学。嘛是你用的。手车是，手车是菲律宾人发明的。哦。啊，就布体内迄布是青色的，布纸是青色的。因为较早咧分咧节奏，有人用青，有人用颜色来分别咧节奏。比如讲，咱要经个谱，101是咧青，啊201开始是黄的，啊一把红的，比如安尼来讲吼。啊，我头一摆看到手车，手车是啥物意思？啊，就是拍手啊，但是要加一个口尾。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像散塔那样的啊，散塔那，哦，手车就是安尼。啊，那安尼咱若烫好放口尾落叫烫车。然后还要加咚咚。对，也可以轮毂通，很有意思。是人甲你邀请来班先头。讲到班先头吼，我唔知影讲我会写曲啊，而且一写就中，还我嘛没想讲我会写曲，但是我爱轻轻松松的，这些南腔北调，包括这演歌什么弄在咱头壳顶吼。啊，班先头做的时有一点仔困难的原因，就是我唔知影要怎做，我唔知影要怎写，我都唔捌写过。但是我就源源不断的迄个叮，迄个三味线的一番山泉的味道就出来。味道我就去买迄个类似台湾的乐琴嘛，是迄个什么山泉去做 symphony， 用一个 module 内底吼，甲藏起来，声藏，再用个 RX 去甲吹过，就只叮，迄就较像三味线的声。所以迄个歌就安尼产生出来。叫我听我写歌的老师，伊嘛第一届做制作人，廖永明老师，伊伫华伦唱片，讲头家讲叫伊制作，我讲要制作啥个，讲要制作红樱红，我讲你讲唔对袂啊？你做红樱红，你要叫我写歌，伊讲唔难，拜托的，我第一摆当制作人，写着，我都唔捌写过歌，我真正唔捌写过，除了军歌以外，我都唔捌写。就讲，麻烦你，我写看卖啊，袂我写来讲，这写来个 demo 都做咧，都敢若真诶安尼。我写歌都甲 demo 做伙做，无讲特别甲写出来，都 demo 写好，写歌写到 demo 就做出来。demo 个我电脑内底个无录音机，所以就直接伫迄个啥，迄个。你马上内底，就叮咚叮咚叮，靠落起一直起变迄个 pattern。到尾啊，他用 keyboard 弹，弹下请者用一个录音机录起来，录起来了去出来时阵，头家讲，迄阵无歌词，还是嘛有啊？迄阵无歌词，这首歌完全是创作无歌词。尾啊，迄个黄水田讲，这个要做主拍歌。我讲主拍歌，这敢会使安尼？伊讲这首歌真好听。我讲，毋过这个歌的，伊讲尾啊请，伊讲伊谱词啦，讲写班先头3字。我讲，那有这3字？伊讲，我咧讲吼，咱的歌册要上好找，拢头前1字、2字、3字的，剩的几啊字拢做歹找。我讲吼。我讲，毋过这个歌是我的心情可比是天顶的仙桃，要挽嘛挽袂着，连我长虹较歹记的，我会较好找，会较有印象。伊讲无人歌名较长的，你我讲一个唱的，互你听就是安尼。
伊讲咱较长，你较长还是真好。我讲，我到所有的歌要找上好找上尾调就是啊。我也心情可悲，天顶个先头尾慢慢袂着啊。伊讲后那个歌词则长诶，我就第一摆写，我想法都安尼。因为我想法是上好找伫咧头前。我讲我想要想好是后壁，要显上尾就对啊。伊讲，唔系啦，安尼啊，做半仙头好。好啦，要慢你就做你慢。半仙头无啥物意思啊。但是伊咧做唱片啊，因为伊咧意境，因为伊咧想法。对。无有半仙头，我责任红对安尼吼。我嘛错一条。你嘛想袂到。我想袂到。有人甲我制作人甲讲，有一个歌迄度吼，迄个人叫做黄瑞峰，真巧。后尾等我叫我写第二首，老兄咯，陈文成的。我讲要搁写一第歌，我真正唔知影要怎写。就第一句我爱下弦啊嘛，我嘛爱唢呐。我爱款声。下弦啊，嘛会当迄款声。我老爸爱下弦啊，唢呐我本身就做来。就所以一句头一句啦，就老兄咯，就出来。迄个歌嘛迄度，我就3字，规日就写字，我就唱3字。迄阵开始我的歌就属东西下，我没有先写曲再谱词，我现在是词曲同时产生。这迄阵我做了，感觉讲，哎呦，讲俄罗家己的。而写歌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乐趣。但是我也是不认为说我是一个作曲家，我不认为啦。就是你的乐趣这样斜杠啦，一些就是斜杠。我拍摄讲我就是。其实安尼做者音乐方式你都甚会啊，而且到现在甚至于是越玩越即兴越自在，跟古典音乐合作过了。你过来想要跟上面物件合作嘛？想要跟身上。我讲古典音乐我跟古典音乐做过上面呢，做过《狮子王》。甲西城故事的现场配乐，第一个就是对，就是那个简文彬那个音乐剧，第一个台南那个什么公园，瓦顶做那个现场配乐，哇，那个很震撼。西城故事整部影片，然后现场指挥、现场看谱，然后看那个数字秒数毕业的速度那个很刺激。那你未来还会想要挑战什么事吗？说真的，我几乎都没有什么想法。你很随缘，就对。我很随缘，真的很随缘。像我这张的专辑，也就是很随缘。那随缘就因为我女儿的用心了，所以就想。所以你原本自己没有打算一定要做这张专辑？没有，是因为我女儿的关系。我女儿关系，就底下想讲，要做一个，无要找啥物人合作。我就想讲。我找钟新民老师，唔捌合作过，就找他合作。你先开讲安尼就对。先去开讲拜访伊，两个去迄个公园行一个，踅一个，开讲。老师好啊，安尼咱两个来做伙来创作啊。我讲，你要来创啥物物件好安尼？伊讲，我嘛唔知，到时咱来看卖啊。我等咱讲哪想，慢慢，其实阮迄个创作中间足紧的，速度足紧的。无讲一条歌，搁底下讨论几部。没有这样子。没有。那个物件都很即兴的，频率很快对到，很快就对上了。他也不用叫我怎么打，就是讲所以应该是讲伊也真信任我，应该是安尼咯。所以我伫迄个过程内底，伫迄个重点的所在。给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给一个不一样的声响。所以他先把音乐的框架做出来，让你自由发挥。对，可以这样讲，对，没有错，是这样。那我就开始想讲，这爱改变啥？因为东西有咧粉丝已经首先有做好一个改做好。所以其实我就来讲，我本身。应该是讲啦吼，做一个歌手要能够从以前到现在都在负责配乐，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那不是打击乐手，我都打击乐跟鼓在一起。对，这种过程是非常的艰苦。
其实跟老师聊天真的是一件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哦。我不知道各位你在听着老师的这个过程啊，你会不会也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享受？除了说啊，因为我两个都已经不足一直讲台语吼，可能这方面如果你台语不够好，我对你较歹势以外，其实听着老师温暖的声音，然后听他娓娓道来，说了很多这些有趣的故事哦。那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很多感觉，然后觉得很温暖，然后甚至于觉得下几条弯神头，然后刮得安内的昂起来，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种直心，老师他就是带着一种直心。他说他做台语歌最开心的一首歌，我都没有想到。我觉得啦，我打的最开心的一首歌就是蔡振南的那叫做啥？空手帮。那空手那首录的，我录到做梦。空手帮。空手帮。那个中间鼓像在唱歌一样。没有。现场那个是，比如讲在配的时阵，迄阵佫较好听，是因为鼓杀出来。爱 mix 了，鼓就较揪入去，较无较明显。然后还加上那只唢呐。那首歌，那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刻。连续2集的单集，我们访问了黄瑞丰老师。那我们听老师说了那么多故事，那老师这一张专辑《潮》，我跟钟兴民老师的合作，那也希望预祝老师可以得到金曲奖。我相信到了这个时候，有没有得奖，对老师来说也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是这样子。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来让你听黄瑞丰老师刚刚讲的津津乐道的这一首歌，一共歌名应该和做这集的这样子呢，最后一页就一定找得到。但是呢，老板说买啦3集的好啦。好，我们要来听这一首老师的经典名曲。我等一下开玩笑讲，人啊写歌吼，会红下一条就好啊，慢神头，较近1个礼拜有无？OK， 我们呢最后要来听老师的这首《慢神头》。然后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邀请你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评分5颗星，同时把我介绍给更多你周围的朋友。那我们的快闪计划呢，也邀请大家来参加。好，那欢迎大家，你可以看内文的资料。那同时呢，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的都会留一则贴文在底下，欢迎你可以留言或私讯给我。那我们就来听班神头咯，我们下一个单集再见。